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文天。上季呢隊三世小喬有唔錯嘅表現，而今季喺先鋒服測試都仲算係唔錯。雖然發動率冇上季初用嗰陣時咁穩定，但都有一定嘅多穿能力。咁我今季就打算首發出呢一隊三世小喬，所以就用咗小喬嚟開放。喺20 level 之前，諸葛確會配聖器，配點全智力；關妹配環數，配點全武力；而小喬會配火刺，配點全武力。20 level 之後，諸葛確會用暫避，關妹會用疾雨，同埋小喬會用落鳳。小喬一速點火俾關妹，關妹再發動技能，輸出之餘仲可以打紅，再觸發埋小喬嘅輸出技能。呢一隊我自己輸出嘅武將都係白板，開荒時都有啲吃力，加上小喬嘅技能發動機率有啲飄忽。我8 level 開4地嘅時候兵選都有啲高，如果講穩嘅話就一定係姜夏確好好多。之後要去到10 level 嘅時候先出現低兵選打贏，不過小喬有啲飄忽，有時都會翻車出現高兵選嘅情況。到咗13 level 嘅時候碰瓷5地到5700兵，咁就成功打贏咗第一塊5地。不過之後16、17 level 嘅時候打5地依然都係高兵選，可能係我太白嘅關係，搞到小喬嘅技能成日都觸發唔到，要捱到20 level 先可以低兵選打贏5地。之後我到咗24 level 就開始試打6地，不過就翻咗車，由於我之前翻車太多，所以就冇再試打6地。最後等到30 level 先夠膽打6地，輕鬆過關。上到7本之後就2帶1帶國家星打5地，呂布就用練兵練到20 level， 之後等到8本就成型。相信如果你有紅道嘅話唔會難。呢一隊用咗彎弓破甲係 AB 技，戰法點慳咗好多，加埋只係得17 cost， 成型唔難。如果想開荒快，我建議都係用返姜夏確。如果姜夏確嘅紅道高嘅話，直接攞轉可能會仲好啲。今集暫時分享到呢一度，多謝大家支持，下集見。